歡迎返到讀書日誌。今日我哋要傾下一本最近喺矽谷同財經界都好轟動嘅書《Supremacy》。大家有冇諗過點解 ChatGPT 會突然間咁叻？係咪科學家寫咗啲咩神級程式碼？書入面話俾我哋聽，唔係，重點係一個字：大。喺2017年左右 ，OpenAI 仲係一間細細地、非牟利嘅實驗室。當時佢哋嘅天才研究員 Alex Radford 執到一件寶，呢件寶其實係 Google 研發出嚟，但係擺喺埋一邊嘅技術叫 Transformer。書入面有一個例子，以前嘅 AI 好似勤力但死板嘅藝術生，老師要逐張畫話俾佢聽，呢張係日落，嗰張係肖像，咁樣學法 AI 永遠只係識佢見過嘅嘢，但 OpenAI 嘅做法係將個 AI 丟入一個有無窮無盡畫作嘅藝術館，唔俾標籤，由得佢自己行自己悟。結果點？AI 竟然自己學識咗咩叫色彩，咩叫構圖，這就是所謂嘅非監督式學習。書入面仲提到一個細節 ，Radford 發現，當佢餵入2倍、10倍甚至100倍嘅數據時 ，AI 突然間好似開咗竅咁。例如佢唔單止識接下一個字，佢仲識得推論。書入面舉例 ，AI 睇完大量文字後，會自己明白落雨同大遮之間嘅邏輯關係，而唔係單純死背。但問題嚟啦，要餵飽呢個大胃王 AI 需要幾多錢？答案係幾十億美金。當時 Sam Altman 意識到，單靠非牟利嘅捐款根本冇可能買到足夠嘅 GPU， 於是佢做咗一個改變歷史嘅決定，去 Microsoft 合作。書入面形容呢個係 OpenAI 初心嘅轉捩點，佢哋修改咗章程，由為咗人類變成咗一個需要向資本低頭嘅強大機器。所以 Size Matters 唔單止係講技術上嘅規模，仲係講緊背後商業運作同野心嘅規模。3個行動建議： 1. 重新思考數據嘅價值。喺 AI 時代，數據唔再只係記錄，而係燃料。檢查一下你嘅工作或生意，有冇一啲被忽略嘅原始數據，可能透過 AI 轉化成洞察。 2. 擁抱大趨勢，而非小細節。OpenAI 成功係因為佢哋押注喺算力會持續增長同數據可以產生智能呢2個大趨勢。我哋學習新技術時，唔好轉牛角尖，喺某個工具點用，而係要睇清個底層邏輯。 3. 平衡理想與現實資源。OpenAI 嘅轉型教識我哋，要實現宏大嘅理想 AGI， 必須先解決資源問題。Funding Compute。當你嘅目標大到一定程度，到對嘅合作夥伴，好似 Microsoft， 比單打獨鬥更重要。好啦，今日嘅讀書日誌就分享到呢度。Supremacy 呢本書仲有好多精彩嘅商業博弈故事。如果你中意呢類 AI 發展史嘅拆解，記得訂閱我嘅頻道，同埋留言話我知你對 OpenAI 轉向盈利嘅睇法。我哋下集見。